我们用浅渍醋再加上小番茄的方式，可以让一个三杯变得非常的清爽，而且非常容易入口。加工越少，就会吃得越好。带来这道菜就是三杯菌菇。我们的食材有红喜菇、香菇、杏鲍菇。三杯爆香必备的食材有老姜、蒜、辣椒、葱白。调味料的部分有盐巴、胡椒、浅渍醋、蚝油。香气关键：米酒、浅渍醋、小番茄、葱绿、九层塔、香油。好，那我们料理要即将开始。第一个，我们就是先切香菇。菇类呢，教大家有一个方式，就是回到家之后呢，菇记得千万不要用水洗，因为水会因为菇其实基本上是有一个叫做乌妈咪的鲜味。如果说你用水洗的时候，它的鲜味就会跑掉，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。所以说菇类怎么清洗呢？你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用擦手指把它擦干净就可以了。把3个菇全部都处理完之后呢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处理辛香料，先切姜片，老姜的姜片我们要准备6片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大蒜，好，大蒜其实也是在三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切番茄，那一般来讲就是三杯的部分啦，比较少会用番茄。那我们会用番茄，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让这道菜变得非常的清爽。好，那我们的辣椒。好，那带大家做这一道料理咯，所以第一开始先加一点油。那我们的油下去之后呢，我们第一个就是三杯最重要就是姜片要先下，所以冷油就先下了。姜片先下，老姜再来是大蒜，我们刚刚切的蒜片，然后我们刚刚的葱白段下去，然后让它冷油爆香。当它的香气稍微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开始闻到香气了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第一个杏鲍菇可以丢下去咯。杏鲍菇、红喜菇，好。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技巧呢，要告诉大家，就是我们现在要撒盐巴。这个盐巴并不是要让这道菜有含盐味，就是要怎么样？盐巴撒下去，最主要的目的要让菇出水，菇出水这个东西才会变鲜甜。然后再来就是再加一点白胡椒，所以你的白胡椒也不是胡椒盐哦，是白胡椒哈。所以我们加下去之后，让它出水。然后翻炒到一个部分之后，你就会发觉它好像有一点点很像海鲜的味道跑出来，那就叫做鲜味，就是乌妈咪的意思，就是鲜味就会开始跑出来了。浅渍醋大概倒1半左右，然后呢，我们之后就是要加蚝油。然后我们就再加一些水。好，那我们就让它继续滚煮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再把我们刚刚的那个葱绿的部分放下去，然后还有番茄，然后辣椒是最后放哦，就是这差不多都是后段再放，因为我们不希望这道菜太辣。然后最后再加九层塔，
然后还有一个关键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，我们要用米酒炝锅，然后它就香气就会瞬间逼出来。之后我们再下一次前置醋，我们刚刚下了1/2，再下一次前置醋。好，最后香油再下去。那我们这一道非常清爽也低热量的3杯菌菇就完成喽。